观众朋友，早早，今仔日是7月26，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早暗，高雄市长的补选互相在拼场，民进党的陈其迈请行政院长苏贞昌落南去徛台，民众党的吴益政是对苏贞昌放话，讲要讨中央无予高雄的818亿补助款。另外，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和前主席朱立伦、洪秀跳嘛拢出席早暗李美珍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希望替伊有声势。讲到论文风波这一条搁落目屎，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人李美珍讲的回失的是因为家己也做妈妈，无希望囡仔做唔到代志用硬拗的，选战还有20天会勇敢迎接更加多磨合甲挑战。我只是想到，我是一个妈妈。我无爱我的囡仔以后做唔到代志，用硬拗的。我希望我的囡仔以后会当知错能改，所以我必须以身作则。李美珍竞选总部正式成立，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前主席朱立伦、洪秀珠等人出席，希望因球台拿赢气势。另外一边，民进党第一场造势大会，行政长苏贞昌也支持陈其迈特别落南徛台，表示陈其迈会用剩的2年拼人的4年。陈其迈也强调会做好给人民看。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脑桌前面，我们列了一张密密麻麻，我们为什么选输的原因，一项一项的解决，一项一项的解决人民的困难，我们反省，我们改进。民进党候选人吴益政调超大抗议布条啊，目标就是行政长苏贞昌，表示要追讨高雄市欠缺的统筹分配款818亿，来护选的民进党主席郭文哲也批评执政党早就应该修法。你要拉票，你要解决问题。高雄常年财政负担、空气污染、低薪，这些人你都不解决，你现在手握所有权力，立法院、行政院都在你手上。可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解决。其他总统串文会第一摆落南为陈其迈徛台，到时阵吴益政也到现场发起追讨818亿补助款的行动。选战只剩3礼拜，那就被用无同款的方式催票，战火是强强滚。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熊落真大的阵雨，造成三峡的大坝溪下游溪水大涨，有23个人掉伫咧周之沟的对岸。新北市消防局队员和当地业者同齐开山路，成功引导民众到安全的所在，加在无人伤亡。消防队表示，昨过道就发现溪水大涨状况，那就是因为水头落凶雨，水泉变真急。虽然现场的人员有宣导，爱民众就爱紧撤离，不过溪水涨的速度实在是伤紧，致使19个大人和4个囡仔掉伫咧对岸。消防队员和救生协会人员同齐开山路，顺利把受困的13个人救去到安全的所在。消防队也呼吁讲，最近山区的天气真无稳定，溪水的变化真大，民众若发现水头的乌云真高，也是溪水变串流，就要紧上岸。即阵天气是真烧热，各地头接发生火烧山，苗栗7月火烧山通报是比去年的同期加倍3倍。专家也提醒讲，要加强居民的山林防灾意识。24号下昼3点半左右，苗栗通霄镇城南里城中国小附近青山林区突然间起火，烧的面积来到了10公顷，位置就伫2个高压电塔中间，互警消非常的紧张。消防队出动了4台的消防车，警2消19个人，伫非常热的天气内底，用了4点钟的时间才甲伊拍花。根据苗栗县消防局来统计，今年7月到现在，苗栗县境内已经发生了176件的山难火警，比去年同月份才63件，增加了要3倍。主要是民众种地过程，或者是无注意甲火拍花，引发了大大小小的浅山火警。最近气候干燥，民众随意整地、遗留火种，导致山林火警发生。消防局在此呼吁，气候干燥，勿随意引火燃烧。现代专家嘛指出，夏季有真侪西北风，湿度嘛较悬，青山林间的火警要变做大灾较不容易。但是要思考的是，7月份一个月山难火警事件增加的背后，人为的因素以及加强山难危机意识的管理非常的重要。没有那种干旱的情况，因为你要东西烧起来，你要什么？你要很干呐、而且
在夏天能够烧得起来，是那样的人要故意让它烧起来的，一个一个去弄清楚，到底这些火烧是什么原因。敬项目呼吁，最近中部天气真热，日时的温度来到35度上下，请民众山林种地时阵要注意到危险的管理，避免对环境生态造成第二个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是真烧热，过昼了后对流真旺盛。气象局提醒讲，到后礼拜二恐惊逐日拢会落西北雨。咱做伙来看分图。今仔日过昼落雷公雨的范围，包括西北安部地区和山区，可能会上大雨。天气民众过昼若要出门，就要早雨伞。气象局也提醒10个县市发布这高温的资讯。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和花东唱国，中昼迄阵的温度可能有36度。东南部的地区也有可能透火烧风。天气民众出外，就要夜日加啉水，才通预防热伤害。接落来，咱来看详细报道。日头拍伫大埔滨海公园山坡顶悬烧火云，因为烧风影响，台东大埔气象站伫22点32分测到40度2的高温，是大埔站1939年设站以来上高的温度。整个环境风场是以西南风为主，所以在背风侧台东大武这个地区，西南风过山沉降之后，造成的这个极端高温有40.2度。气象专家评估，今年台湾周边大气环流无正常，7月8月还有机会出现39度以上。高温的状况不断的出现这持续都是吹西南风，然后暖热的空气不断的往台湾这个方向移动，所以今年算是一个比较异常的状况。台北这边也许还有机会再出现同样的这种高温。北部地区高温到25中昼落西北雨，气象局也发布大雨特报，受到中昼过后对流分系发展旺盛的影响，可会发生瞬间强降雨，无稳定的天气会为礼拜二继续到下礼拜二，会到礼拜3了后才会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头先是自由时报，后来有真侪民众去离岛佚佗，造成离岛地区的用电量是大大增加。内电统计，自今年6月开始，澎湖、金门、马祖的用电量比去年同期加116万到267万度。再来是联合报，经济部工业局伫民国107年公告工业区土地用地的调查，佮要求伫今年9月25之前，就要完成建筑的使用，若无就要罚，甚至启动公开强制拍卖定数的压力，互大多数的工业业者拢开始处理这件代。再来是《苹果日报》，美国要求中国72点钟以内就要甲驻休斯顿的总领事馆关起来，期限是24到9期。虽讲中方的人员物件伫咧期限之前就收了，不过哪像无和美方交接，美方的人员因为无锁匙，全破坏后门入去。另外，互中国下令爱关起来，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昨夜小连续撤离。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伫推特宣布，7月25到8月7日，解放军在南海雷州半岛附近水域进行实弹演习，更加强调这摆军演的范围真大。这也是7月第2摆解放军在南海演习。虽然专家研判这是解放军空军的年度训练计划，不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不过，依照黑油电视来看，真明显就是针对南海美国甲澳洲舰队地带反制意味真高。目前所知道是对于船只的管制是相对严格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合理的反推，它是以反舰武器为主，对应到美国双航舰早前的双航舰演习。进行美国陆军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再加日本、澳洲在菲律宾海联合军演，中国南海战略态势减低计划平台推特，25也公布，美军派出一架 P3C 还有 P8A 反舰机飞往南海，是在这个月15以来连续11天有行动，加上这摆雷州半岛演习，调高用推特宣告，使用自行舰达到对内宣传目的。中国的军事行动向来都是7分政治3分军事，他都会把它就是做比较高调的宣示，可是实际上参演的兵力跟火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规模。那安尼，澳洲也得到美国二是正式向联合国提交声明，宣布中国对南海有争议领土的主张是非法的。中国跟澳洲的关系更加歹，也让南海紧张情势继续上升。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要在国家
即阵确定的病例已经超过1500多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63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无增加病例，目前是458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2500多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和印度。美国已经超过427万例，巴西超过228万例，印度超过133万例，俄罗斯有80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1万例，英国超过30万例，意大利24万例。香港的武汉肺炎疫情要压袂掂。已经连续4天，逐日拢超过800个新病例。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中国会协助因去临时的病医。不过最近搁咧讨论讲，敢要针对全香港下禁足令。林郑月娥也讲，未凊彩就实施。香港第3波武汉肺炎疫情，25个新增加133例确诊人数，搁创下单日新高以外，也是连续第4天确诊人数超过100例。126例本土个案当中，有计程车司机、银行职员、披萨外送员，也增加长照机构住民甲员工确诊。香港大学宿舍也有学生确诊，另外有2名确诊者死亡，总共死亡有18例。香港大學嘅一個宿舍啦，咁佢嗰度有啲同房咧，都有一個初步確診個案啦，同埋有另外一位咧都睇緊醫生嘅。香港特首林鄭月娥25日伫面冊指出，香港為7月初開始確診人數升懸，真是互人真煩惱。不過對外界建議採取禁足令，已認為影響真大，萬不得已袂安尼做。另外，也證實北京當局要協助港府改裝亞洲國際博覽館，成做香港版的飯床病院。不過，伊個呼籲香港防疫應該趕緊封關。長遠係要定一啲措施，例如個關口嘅開放啊、檢疫啊呢啲，即係唔好再讓好似今次嘅流動再發生。如果唔係咧，你每2、3個月都有一次，咁根本冇可能有快啲搞掂。另外，中國武漢肺炎疫情25大連市衛健委宣布，目前市內有10個確診個案，攏是來自同一間海鮮公司的員工。54名無症狀感染者當中，有46人是這公司的員工甲家屬，是一件大型群組感染。在所有的核酸檢測陽性病例中，該企業員工及其親近家屬所佔比重達到了85%。大連市為20日出現本土確診了後，感染人數增加真濟，甚至團家結連，除了全市進入戰時狀態，佮要求市民無必要唔通離開大連。新疆確診甲無症狀感染者攏超過100例，疫情是真嚴重。記者綜合報道。三倍罐無分老人囡仔，大家人攏有分。根據醫學聯盟的調查，超過60%是大人無和囡仔討論三倍罐要安怎用，甚至閣有8.3%學生表示，家長甲伊的三倍罐總退去。這款的情形恐驚會造成親子的衝突。就給爸爸媽媽用。書啊，還是玩具，還是什麼？玩具。問國小學生要怎使用三倍罐，有人講會交予爸母處理，不過國中甲高中生除了予厝內底用以外，因有其他想法。就去買書啊，把一些拿給家長，因為我覺得自己用不到那麼多。政府推出進行三倍罐，無論大人甲囡仔都用領，目的是要進行經濟市場。不過，這確實有可能引發家庭的衝突。聯合聯盟調查，台灣國中甲高中生的家庭有超過60%未先甲囡仔來討論三倍罐的用途，也有將近1成是家長全部攏提起，而且只有12.3%的囡仔會用全部留予家己來用。而個調查中也顯示，只有15%的青少年無想法，其他攏有一寡使用的計劃，建議家長會用甲囡仔來討論。其實聯合國權利公約有提到，是孩子有這個表意的權利。12歲以上這些兒少已經夠大，這個理財的教育，就是說，到底什麼是需要，什麼是想要？那你消費券的用途大概多少比例是用在消費？而這回三倍罐用了511億的經費，也閣再被摕來甲12年前的消費罐來比較。李行政院指出，當年尾也是差了670萬塊，今年會記出這個教訓，採用先點收，尾也才裝入去封套，這個封裝的方式，而且也使用塑膠片，方便民眾較啉，更加會使降低厝外風險。
对于15开始，全台邮局会进行3倍券，1269间邮局已经连续2个礼拜六拢加班，本来1礼拜六也要加班，不过考虑这阵已经发放630万份以上，发售量慢慢下降，所以讲这阵想要让员工在1礼拜六休困，免搁再加班。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国内旅游长时行，一世界拢是游客。台中市政府针对COVID-10地进行假日的管制，却引起业者抗议。另外，也有民众无爱让客人全走去爬山，却发现有人长期违法占用野地，互侪山友是真不满。遇到被报条，COVID-10地大头业者就开始想要甲马路封起来，无爱互转盘车经过。协商了后，用抗议表达心声。加出来！加出来！台中市交通局官员是到现场来协商，接下定情书。台中市政府对这个月18开始，一直到10月11日，拜六甲固定假日下晡2点到暗时8点，进行COVID-10地车辆管制，改用转盘车来代替，要解决游客乱停车、甲人车相争的情形。头一礼拜就收运6000人次，不过业者讲游客减少真多。以前像上面那个全部是人，站道里面也全部是人，现在呢？变成没有人，人来了，带着小孩，一路从这边一直走过来，可以吗？当然是这部车就较麻烦一丝啦，是爱你爱配合伊迄个这步的时间啦。离南投有名景点一日之线，假日袂少民众规家出来佚佗，车厢是人真多，讲话也真大声。要游客伫火车挖站了后，无依照指示落车，是直接跳落月台，也甲囡仔一个一个破摔。没有按照那个月台的方向，这样就直接跳下月台，还有在人行道抽烟的，这样素质其实是不是很好。离高山顶民众好也真多，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后，根据18国家公园管理处统计，2021年1月到6月有3819位申请单工，家己一个人爬起去。甲去年比较，人数增加3倍，而伫山厝甲野地更较山友伫面册顶面写讲，遭到统一形式的布棚占用。所管处要求国家公园范围内底必须依照申请入园的证件顶面的日期甲人员来查验，占用也是无名会依法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宽南市场已经改建好，伫昨开幕，不过就等头家完工，单位变矮，而且租金阁起价。台北市长郭文铁参加宽南市场开幕仪式，开幕式外口人真多，场内大头标示真清楚，通道真整齐，也够有冷气。真侪民众会来体验宽南市场的新的风貌。不过当郭文铁视察的时阵，也拄到大头来呛声。平常客人没有这么多，从来没有挤到这样爆的啦。这样子一个牌子就是只有一个摊位，很小，然后很多的费用都很贵。有大头不外，这个单位比较早更加税，无符合批发市场的供货需求，加上冷气电费分摊，每个月成本起3倍。宽南市场过去环境真垃圾，在1805年开工重启，经过3年，关灯2月要试营运，受到疫情影响，拖到7月才营运，进驻1000外大头。不敢说尽善尽美的，应该改进很多的。而家宽南市场真风光来营运比较，台北市府的监管处人员曾华总疑似牵涉贪污自杀，郭文铁和国民党甲民进党市议员质疑，甲责任杀户基层，也搁外界未审先判。郭文铁立5是回应，死者家属对着舆论确实是感觉不满。家属的感受是最真实的，不要把一些也不是跟他完全没有关的事情都灌到他头上。在国家进步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还是要用比较强硬的手段去处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之前郭文铁也伫市政会议下令采取连坐法，未来牵涉系统性的贪污，一律连坐3级，主要官员全部拢被揪来。郭文铁坦白讲，台北市府也有责任，真侪代志边军已经真深了。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健保署8月要实施8大类自费医材收费上限，却引起各界反弹。今麦健保署宣布取消，改为强化医材介绍公开。医界团体也出面主张，唔但爱公布医材介绍的极端值，也要公开甲平均值差偌济。
台湾有不少民众换人工的髋关节也是心脏假牙的需求，为了避免医材乱化价，健保署在6月时阵，捌提出健保自费差价特别材料收费上限的新的制度，要对8大类总共352项自费医材设定差价上限，健保部分给付，差价是由民众家己负担。原定要在8月7日实施，不过外界一直反对声音，健保署临时宣布暂停这个实施的进行。针对8大类的支付差额特材以及它的各个功能分项都有定出一个标准来。健保署能够透过所谓动态的一个监控，去将市场上的极端值把它找出来，让民众能够知道的话，也协助民众在把关，让这个比价网能够更公开透明。成功病院副院长洪主任对着健保署决定是极有肯定，伊讲医疗产业是高度自律，病人也家己比价，各病院自联的自我约制，袂因为无设下上限，医材介绍就乱化价。比较网的强化固然重要，健保署其实也要努力说，同价不同酬的资讯是否能够充分揭露。医改会是认为，健保署想要用自费差价医材的极端值方向来管理，欠缺规范机制，管理上限虚东虚西，应该讲过相关的介绍甲平均的介绍的差异，才袂互民众的权益受到损害。记者综合报道。金源财宝是人人爱，即卖有一款银的黏土，互你轻轻松松做出属于家己的破链、耳钩，也是手指。教人创作的老师就讲，就是要互艺术加入正人的生活。银色的黏土摸起来都亲像一般的黏土相款，只是内底掺真油的纯的银粉。大当民众伫老师的指导之下，双手底模啊，就用做出真古锥图。高刺指纹，无到3分钟，就一个属于家己的银的作品。压模之前，要迅速的想好要做什么东西。对，比较特别，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还阁经过烘打、烧过、磨过，就整做纯度有99.9%的金色。这甲一般的金属银加工真无同。一般人伫厝内底开1000块买材料，亲像黏土同款，捏出造型，各用电磁炉或者是加速炉，等烧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但我们希望的是，它是比较平常生活化，你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制作的小的银饰。这是台东县文化处技术推广教育带动课程之一，主要是用引进多元丰富、各亲民的技术，互民众动手做，互技术进入生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但未接的超大货轮爱马马士基号的船长，伫船顶167天拢无通落船，总算通伫这个月上岸。这段时间，伊捌经过故乡，煞袂当入港，佮着爱照顾船员，甚至替因挽喙齿。世界上大货轮之一的爱马马士基号，无偌久前伫德国北部汉堡港破坏，船长严斯珀医生伫海上点167天，总算完成任务落船。这段时间，伊像一个大家长，伫超长的行程中替船员规划娱乐，照顾因的身体甲心理，甚至爱甲因治病。We had to pull the teeth of 2 of my men since we could not get them to the dentist. We had to treat arthritis in the knee. I myself had a synovitis. We were a little bit creative there. Karaoke evenings. We have a very good gym where we could make some competitions. 像珀医生船长这种长期留伫咧海上的船员有差不多20万人，为一点就超过1年。In some countries, crew changes are completely suspended. That means crews not allowed to go neither ashore nor be relieved. 慈善团体警告，在这段期间，海员自杀的人数有增加。高中防治局顶个月也阁特别向留伫咧海面上的船员致敬，讲因无互人忘记。德国一位珀医生船长，家己本来4月时阵有机会自汉堡落船，登到德国北部引导，不过因为对船员的使命感，一直等到这个月任务完成才落船。We have a mission as seafarers to keep the supply chains running. 世界上超过90%的木器拢是用货轮伫咧运输，尽管是防疫期间维持物流的无名英雄。爱马马士基号长397公尺，宽56公尺，会当载15000个标准货柜，是世界上大货轮之一。离开厝的167天的船长决定后半年要好好休困，放育婴假陪伴厝内人，明年才阁登到船顶。
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气象，台北地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离岛地区27度到33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爱伫你的耳康边讲话的芒啊哥哥。今仔日要绍介的汤拖是牛仔。牛仔汉字写做牛仔，罗马字写做歌乌姑啊。姑第一条，啊第二条。台湾英国互人称号做汤拖的王国，汤的种类是真侪款，敢若定壳的牛仔。咱平常时啊，接看到的就有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牛屎龟等等。金龟的金是真光、真金骨的意思，无一定是金色的。接看到的有青、红铜色、金的、孔的等等。古早时代，囡仔定会甲细条线绑伫金龟的骹，互金龟飞起来，当做放风吹。鹿角龟是囡仔上爱的牛仔，头壳顶有一支长长真有力的角，是汤拖内面看起来上有力的霸王。真仔龟伊的喙像一对针仔。嘛有人叫伊真牛仔、真柚仔糖。台湾的真仔龟种类真侪，有的体型甲鹿角龟差不多。乌白来。台湾英国饲牛真普遍，所以迄种会用后塔甲牛屎混做一球的牛屎龟，嘛叫做屎金龟，伊就有袂少相关的俗语。亲像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就是讲古早人拢会捡牛屎去行火，有诶家己捡无牛屎通行火，煞去怪讲是牛屎龟，甲牛屎拢扔倒去沼窟内底，这就是讲人代志办无成，煞怪东怪西。另外嘛有俗语讲牛屎龟天石帮，就是讲有寡人无想家己的能力有限。专去冒寡做袂到的代志，亲像细细只的牛屎龟，煞想要甲足重的石棒挺起来共款，是无可能的代志。牛、牛仔、金龟、草青牛仔、鹿角龟、真仔龟、捡无牛屎，讲死牛屎龟。牛屎龟挺石帮，我要来世界行行咧，欣赏人版，搁较侪种无同的牛仔。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司
收看咱的节目。